請台灣看世界，來看美國甲伊朗雖然暫時停火，但是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昨發表聲明，講伊就抓要為伊的老爸哈米尼甲烈士來報仇。伊閣講會甲荷姆茲海峽的管理殺到一個新的階段。美國的總統川普是鋪文痛罵伊朗，甲通過海峽的油輪收錢，伊要求伊朗馬上停止這款行為。بیرون می آورد اما عزم قاطع بر انتقام خون پاک ایشان و همه شهدای جنگ تحمیلی دوم و سوم را در روح و قلب خود زنده نگه می دارد. 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初九發出聲明，因為如果是由別人代讀的，強調講要為因老爸哈米尼甲烈士報仇，荷姆茲海峽會有全新的管理方式。 و حتما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به مرحله جدیدی وارد خواهیم نمود. 美國總統川普是連續鋪文章，罵伊朗對要通過海峽油輪收錢，要求德黑蘭要隨停止這個行為，嘛講德黑蘭安尼做是無公彩，已經違反協議。雖然講川普在批評伊朗早就咧規劃收海峽的通行費，甚至閣正式啟用大鐵路線。伊朗法師通訊社佇初九報講，伊朗革命衛隊聲明講，考慮這個荷姆茲海峽的主要航道可能有水雷，所以講要求專家改行大鐵路線，也就是往北駛到挖伊朗的拉拉克這個島，再閣駛出波斯灣。與此同時，法新社引用到海事追蹤業者報道，美國甲伊朗初時宣布暫時停火以來，頭一台非伊朗這個油輪，初九已經通過荷姆茲海峽，是掛非洲、加蓬國旗的油輪，船頂載差不多7000噸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重油，要駛去印度。CNN引述了海事追蹤數字，講到初九早起為止，波斯灣依然有真濟船留佇遮，包括超過400台油輪加幾啊十台亞速船。同時，美國甲伊朗佇11將佇巴基斯坦的伊斯蘭馬巴德要舉行停火談判。伊朗的總統裴澤斯基安初九閣出現佇伊朗的市區，要講故事去。毋但美國甲伊朗展開談判 ，BBC 報講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表示講，要開始甲黎巴嫩展開停火談判。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嘛，證實講談判將佇後禮拜佇華府舉行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